顶个月伫台中龙井呢有煤灰路中入去徛街，这市府的厂商抑个农业局拢讲，这落下会死是因为去互惊死的。不过这上届新的报告出来啊，厂商说讲这落尾煤灰路搁再挖过来已经该压放，市政府认为讲这光华环期环岛已经该移上台中地检署侦办。画面内底这只煤灰路加去用锯条，脚甲手方用锁啊绑咧倒伫涂骹。台中龙井一间正新户型的人家厝，顶个月24发生野生的煤灰路走入去人兜，民众通报了后，市府请外包的厂商去现场引导。迄当阵农业局讲，煤灰路哪像着惊，怎休克向死亡。不过大家出来报告内底，厂商讲，因伫甲路啊再离开的过程当中，这只煤灰路向精神挖起来，就地野放。有民来批评讲，这有影是喊呱呱，要求无论路啊敢要挖的，拢爱有看到才有准算。只有口头说，他们那一天运送的过程里面，他复活了，然后苏醒了，然后他就把它放掉了，没有经过兽医评估，他浑身是伤，他鹿角被锯了，结果你就把它野放了，这也不符合野放的标准跟程序，所以整个报告就是一个荒腔走板。代志发生迄暗，外包的厂商要通报市府路啊已经死啊个案。即马煞是解喙讲，是伫后里肋骨台后壁野放，已经毋知影去向。农业局调路电的监视器，煞无发现货车影像。即只煤灰路是生是死，也毋知影。因为专案也有真侪疑点，市府除了甲厂商解除契约、依法裁罚，又佮甲相关的证据移上台中地检署侦办。调阅相关路段监视器画面，并未出现货车出没影像。本案路资去向不明，且说法不一，恐涉及隐匿之情事。本局已将相关卷证移送地检署侦办。这间外包的厂商是伫咧无访的公司，拒绝受访，也若照农业局的标准作业流程，拿到动物了后，要由兽医评估着伤的情形，敢有适合野外的生活。也若野放的时阵，需要提供处理的时间、地点甲相关的相片。市府表示，后续会建议调整合约的规范甲 SOP。避免类似的事件再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